開了。等下跟你要照片。哎，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楊大正。我在《都市開機組》裡面飾演的是吳柏青八慶哥。那我自己的設定，其實柏青哥是一個比較樂天，然後比較大方，然後比較調皮的人，這樣子。你調皮啊？你調哪位啊？我看到哪位啊？哦，我覺得附身超難的，我沒有被附身過，我不知道附身會長什麼樣子啊。其他的戲我都有辦法用人生經驗去想，正常人會有什麼反應左右，我們留你那個有感覺在想到底要不要這麼做的反應，然後我們之後你們就會 Q 嘛。我自己怎樣詮釋的狀態，當然行動的流暢度吧，然後眼神空洞，眼神一定要盡量空洞，這樣子後製特效比較好做。好啦，好啦，無礙，等過來本唔識啦，哦，好啦，好。那我昨天有一場戲，其實印象蠻深刻的是，我叫他們去吃飯，我不去。休息的時候，所有人要離開隧道，然後我看着他們背影的時候，我突然真的覺得很想哭，因為我覺得好像是某一種單方面的告別。沉澱一下，他想要繼續想辦法，可是他就被附身了。然後我自己解讀頭七拉附身的情況下，頭七拉可能代表的是某一些人心裡最陰暗的想法。做唔得安尼下意。死了以後很輕鬆啊，就每次返回陽間就是一副沒自己的事情，然後就去鼓勵就去鼓勵阿財。在影集裡面，我覺得這些場次的這樣的呈現，其實是反而是反映阿財內心的某一個面向，因為那其實是阿財幻想出來的。沒談過去跳歌哦，明天會更好。阿財會想着，如果柏青哥在，他會跟自己講什麼？對，那所以我覺得柏青哥死後有點像是守護阿財的某一種天使。開面路誒，迄太了。勇弟，金邊你副講哦，笑面一些啦，莫太上來哦。